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战后台湾的威权统治也有真济咱着去认捌的代志，甲做伙去面对的过去。行政院人权甲转型正义处最近做一个 Podcast 节目，或者善解人意，咱是安怎需要人权甲转型正义？善解人意，我们为什么需要人权及转型正义？这个节目规划8个主题甲访问，互大家更加了解转型正义是啥物。善解人意是东吴大学政治系的老师陈宏儒主持。访问的来宾有为清水来的囡仔的作者尤佩云、周建信，有建筑学家林坤奎、历史学家杨翠甲高医生的后代高英杰。真侪人会讲过去已经过去，是安怎转型正义要搁编出来讲？若是有这款疑问的人来听这个节目就知影。善解人意内底有音乐、电影、建筑、人物的故事，带大家来了解过去的历史，理解现主时的台湾。大家会使去线顶找收听的连嘛放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，请大家甲我做伙来听善解人意。认捌转型正义的故事，熟悉咱的过去，思考台湾的未来。讲起来奇怪，若讲爸母，大家就知影是咧讲乌兵。含拢毋捌看过，也毋捌食过现啊，伊嘛捌听过爸母就是兵。我会感觉奇怪是，到底爸母安怎写，无人知影。这个词是伫书典内底拢找无的。毋过台湾人，大家人拢知影啥物是爸母。咱会使做伙听好看，对一工书典会甲这个词收入去。爸母就是迄个古早式的喇叭，后面有一粒鸡龟仔刺落。但的声就是爸母爸母。过去爸母毋是乌兵的专利，伫街仔路咧卖食的，伊拢会装一粒这款喇叭。伫用喇叭进前，也阁有人用一个扬仔，伊扬出声，互人知影讲卖食的来啊。所以过去有爸母斗花、爸母卖鸡汤，也嘛有爸母烟钱。毋过大家会记得是兵。这代表乌兵的销路是上好的，大家印象嘛上深。古早有一句话讲：第一卖兵，第二做医生。这句话是咧讲热天卖兵的是足好趁的，用水落去加工，就会当卖甲出贵。要做医生，就爱去读册读真久，才会当去趁钱。卖兵是比做医生更较好趁。古早卖兵，敢真正遐尼好趁？迄是伫日本时代啊。做兵是伫日本时代才有的技术。伫初期，全台湾敢若有5-6间做兵的工厂。迄当阵电嘛拢无啥稳定，所以会时常无电，无电就做袂出兵啊。所以兵较少，价少就会直直起。台湾的古早的兵到底是安怎做出来？我过去捌讲过，请大家去听第75集《金蕉兵》内底无金蕉。今日要讲的主角是爸母。爸母的兵安怎做？伊甲后来才有的冰淇淋真无相共。爸母兵是完全无淋牛奶，嘛无油的。所以若细汉毋捌食过爸母的乌冰，敢若捌食过冰淇淋，头一摆食着爸母的乌冰的时阵，是无啥的习惯。爸母安怎做？若无淋牛奶，也无淋油。上传统的乌冰，就真正是用乌仔做的。伊安怎做乌冰？先甲乌仔削皮切角切丝，用水落去煮，也是吹好熟。过来甲蜡做酱，刷落来就爱淋淀粉。淀粉会使是太白粉、米粉、番麦粉、树枝粉拢会使。淀粉甲乌仔拉拉的了，则搁下糖，也是下麦芽糖，放落去煮甲烧，规鼎就会变高高。听候恁放落去冷冻库内底，不时摕出来拉拉的，到尾啊，伊就会变做乌冰。
做乌冰上重要的就是这个淀粉。淀粉的作用有两个，第一个作用是互冰袂结晶去。咱若甲水放落去冷冻冰，就会变定变做冰角。淀粉淋水落去煮，伊会冻起来。这互要做冰的材料，像讲这蚵仔的酱，伊内底有的水袂黑白走来走去，规个变糊糊。安尼拉拉的落去冰的时阵，内面就袂结冰角啊。把布冰食起来就会较绵。淋淀粉的第二个作用，就是互这个冰较袂扬起。因为淀粉也是袂加糖，伊的分子的量是较大的，比用牛奶甲糖做出来冰淇淋佫较紧坚，也嘛较歹扬起。正常来讲，冰淇淋是零下18度才会变定，只是把布这个乌冰是零下5度就会坚起来啊。同一个时阵，这个把布的冰袂遐尼紧扬。所以咱看到的骑车出来卖把布的冰，因无啥物冷冻的技术，也是设备，冰袂遐尼紧扬起。当然，这嘛互把布冰较歹乌起来。即马若去乌冰店，就会当买到足侪款口味的乌冰。伫早期1950年代、1960年代的时阵，上接看到的是三色冰，就是3种口味的冰。头家咧卖的时阵是下面放2粒，顶头佫加1粒。这三色冰就是用台湾上接看会到的材料落去做的，一个是蚵仔，一个是旺来，另外一个红色的是红豆。做法拢相共，煮甲烂，用机械加淋粉、淋麦芽糖落去煮，才放去冰。我特别要讲的是红豆冰。过去时常食的红豆冰是用大粒红豆落去做的。大粒红豆即马足少看，细汉的时阵时常会食到蜜糖蜜甲足甜的大粒红豆。这款大粒红豆有人讲是花豆，伊甲一般的红豆相共，大部分是拢摕来煮甜的，嘛拢是日本时代才引进来台湾。即马我时常去买红豆饼迄搭，嘛会特别写讲因是用大粒红豆落去做的。即阵细时我已经足济，颠倒足少食到迄款蜜过的大粒红豆。做冰也是红豆饼会用即款大粒红豆，有可能是较俗，佮较大粒，壳较少。上早的把布是放伫桶仔内底，用脚踏车载出来卖。后来才有用奥多麦载的把布。过去载冰的脚踏车，就互做母车。真正讲脚踏车迄集。捌讲到早期的脚踏车有分文车甲母车，母车就是用来载货，卖把布的是甲这放冰的圆桶啊，踩伫脚踏车的后面载出来卖。伫车的头前有诶，阁有一个轮盘，嘛叫做飞轮机台。这个轮盘有大型的，嘛有小型的。除了卖冰，阁会使甲头家算这个轮盘，就像跋筊相共。这个飞轮机台有架足侪架，内底有一架叫做天霸王，就是你若食到迄架，头家会互你上大份的冰。过去若真正食到天霸王一份，一个囡仔家己嘛足好食会了的。天霸王的算法有足侪款，有时要算的时阵，会使甲头家评讲是有通食，也是无通食的。有通食的意思，就是无论敢有食到天霸王。拢一定有一粒上细粒的乌冰通食，只是得爱付较侪钱。也若品无通食的，就是无着天霸王，就啥物拢无啊。毋过只要付一半的价钱就好啊。大家若去读甘耀明老师写的《帮茶女孩》这本小说的起头，就足详细咧写这个主角帕吉鲁伊安怎去食天霸王，而且伊毋是写一担的把布，是连续3担拢去写。互在场300个人是看甲戆神戆神。这本小说咧讲1970年代一个原住民的查某囡仔古阿霞甲一个讲话有困难的帕吉鲁，因两个人的故事。这本小说摕到足侪文学奖，包括2015年的台湾文学奖金典奖。后来这算天霸王的飞轮机台就变做电动的啊，只要若录音档落就会转。即马若有即个轮盘，差不多是拢即款都爱录钱诶。
爸母的兵为1960年代实行到1980年代，后来台湾开始进口国外的冰，就是内底有含牛奶、有含牛油的冰淇淋。台湾家己嘛开始做这种欧洲式的冰，佮加上大家也较少伫路边咧买食，所以爸母的身体就豆豆无去啊。即马台湾也有店面咧卖古早味的乌冰，也嘛有迄种切一角一角的乌冰。毋过即款用车载出来的爸母就足少啊。咱有时嘛会听到人讲，你是咧爸母啥物？也是讲我听你咧爸母。爸母伫遮就像冷笑话黑白讲的意思。是安怎要用爸母即个词？我看到有人解说是讲，因为会发出爸母即个声，迄支喇叭后面就有一粒细粒的鸡龟啊，用手甲刺，内底气弹出来就会爸母，甲放屁的原理较相共，所以听你咧爸母就是听你咧放屁的意思。毋知影即款解说敢对？今日我先讲到这，我去公司台语台 Podcast 访问的节目已经放伫线顶，大家会使去听看卖。也有就是毋通袂记得做伙来听行政院的 Podcast 节目善解人意。大家若是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。也嘛，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。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医师配的连啊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贤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